你對啲動物好啲，佢哋會對你好嘅。佢哋對你真係好啊！乜你有免費沙律醬咩？Teddy Robin 傾偈嘅時候，其實佢係覺得我係好似佢當年拍緊《英倫琵琶》嘅嗰種感受，因為佢《英倫琵琶》其實都係幾個電影人啊嚟咗英國，跟住夾手夾腳好低成本咁樣拍咗，咁佢所以佢好大感觸啊！佢覺得哇，幾廿年前佢做嘅嘢，依家有個傻佬啊，又同一班嚟咗英國嘅電影人咁樣夾手夾腳，又做咗一部咁嘅電影啊，咁樣咁所以佢睇完劇本之後就一口答應啦，即係可以飾演入邊嘅其中一個角色啦。Market. Here. Resetting. Camera set. Quiet on set. Teddy Robin 本身佢喺香港人嘅心目中係一個好傳奇嘅電影人啦，亦都本身佢嘅人生好多嘅經歷啊咁樣，咁所以裏邊有一啲對白咧，我係同佢一齊度出嚟嘅。其實因為有啲嘢係佢嘅經歷，佢先至可以講到嗰個對白出嚟。我係冇法子幫佢寫嘅，我冇可能去諗一個80歲嘅老人家佢嘅人生智慧係乜嘢，我都未到嗰個境界。我只係知道佢個角色當下嘅處境係乜嘢，然後佢要講啲乜嘢咧？我覺得我好難去幫佢寫個對白出嚟。當佢加入咗呢個電影之後咧，我已經係要重新寫過，因為本來做呢個角色係另外一個人嚟嘅啊。咁後嚟佢加入電影之後，就將呢個角色俾咗佢。咁我都好多謝嗰個人，佢養出呢個角色啦。佢自己覺得泰迪羅賓更加適合，所以佢自己退出咗。咁佢係其中一個監製啦。於是角色入邊好多嘢要重新去寫啦，包括對白啦，因為本來個對白嘅嗰個人係一個40歲嘅人，而家變咗一個80歲嘅人，咁所以個對白完全係唔適合噶啦，已經係咁，亦都情節上面都要修改。所以好多時我係同佢傾嘅時候，嗱，呢場戲係咁樣樣，咁我想你同藍耀星飾演嘅 Bosco 有咁樣嘅交流，你可唔可以諗一啲你嘅對白，用佢嘅經歷，用佢嘅嗰種人生嘅智慧去講。咁 Teddy Robin 好好，因為佢真係可以做到呢樣嘢。